面目大一家要要客栈，恁客栈什么话？因为明天到恁客栈什么话？你若交个2件节日内是熬煮做便饭，熬煮可怜面。你若浇面，浇面，浇个2节，浇狗龙节，在节日内，谁熬煮做便饭，熬煮可怜面，熬煮可怜，熬煮可怜面，累了，交狗龙节，年内谁熬煮走便饭，熬煮可怜面，累了交个2节，就是 most important。累法律，谁熬煮走便饭，就是公平正义。便饭，你做事不偏心，熬煮可怜面，你若交个2节，日内谁熬煮做便饭，熬煮可怜面。要煮酒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，家乡亲人在盼望。